先来看金门有一个乡亲大火更背离，就要送台湾来急救。想袂到这个无人机顶，迄发电机啊电号出现着故障，无人机无法度飞，只好佮送倒来金门病院的急诊室，结果人亡身咯。议员痛骂卫生局无定期针对着医疗专机来做检验，啊，金门县政府是要求相关的单位爱全面来检讨。医疗人员甲患者送去到飞龙机，因为伊病甲真重，需要送到本岛来医。想不到飞龙机故障，无法度起飞。我爸要后送，可是飞机却开不了。发生这种事是大家都不想要面对的。我也不希望以后有别的家属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面对亲人离开，家属真艰苦。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透早，金门县60岁姓王的查甫人，当时发生心血管疾病，送到病院，检查是主动脉剥离。金门病院无在调处理，赶紧启动后送机制。不过后送专机因为电荷故障，无法度起飞。查甫人放送倒来到病院了后，心跳无正常，伫咧下晡1点宣告过身。那卫生局事实上他没有去做定时去做检验，碰到说他们的仪表板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这个照理讲不是理由，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做到完全无缝的一个结果。成南医疗后送业务安全公司去年就发生过一摆飞行记录器的电荷怪怪，今年又发生发电机电荷无正常，这会发生危险的代志。落尾安捷下晡进行排除的时，发现发电机是正常的，是发电机感应器伤过敏感。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跟教学医院一样，但是我们后送的机制一定要连绵不断的。金门县府要求卫生局、病院急诊和安全航空要全面检讨规划即卖机制，可别让危险的代志搁一摆发生。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